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商機連線啊！我哋係主持人阿 Sam 啊。上嗰集講關於你要 home office 可以減低好多成本，今集就講緊另外一樣可以減低你嘅成本，就係小區經營。小區經營點解可以減低個成本呢？即係好簡單，我喺旺角，如果個客喺元朗，我坐車1個鐘過去，調翻轉頭，第二個客喺香港仔，你又要坐車落去2個鐘頭。其實中間1個鐘頭加2個已經3個鐘啦，你已經係少咗3個 working hours。你仲要搭車俾錢，又要咁嘅時間。小區經營嘅優點就係所有嘢 around yourself， 即係喺你附近的客人。附近啲客人就係樓上樓下，你可能去嘅地方5分鐘10分鐘。做生意大家冇計呢條數，就係 transportation 嘅費用加埋個時間。你想做得好，有陣時我覺得時間係好昂貴，亦都你唔可以追溯嘅。所以要建立你個小區經營，好過你去好多地方，因為你而家YouOnline提出做嘅嘢，唔係叫你買賣產品，係提高服務。服務係要時間，買產品擺低就係個利潤，冇時間。但係個問題，你做服務係要時間。你去洗碗，你洗幾耐？你冇嚟洗5分鐘，你一定洗1個鐘。你做揼骨1個鐘，你陪佢傾偈1個鐘，你一日可以做到幾個鐘？當你朝頭早8點做到6點，10個鐘。你賺10乘2個 unit price 咯，但係中間冇咗一半嘅時間，係咪對你嘅收入好大影響呢？而且一路搭車，中間做咩？聽電話、睇電影、傾偈、睇八卦嘢，對你做工作嘅效率係會慢好多嘅。因此，我覺得你想做嗰個成功。建立你將來嘅生意，YouOnline俾個平台，俾一個好嘅嘢就係提議你哋做附近的人，建立你，令到減低，即係我哋其實做附近咧係減低你嗰個 transportation， 即係你要搭車嘅時間同埋金錢。呢樣嘢係對你哋做生意好緊要嘅，所以大家不停喺登記之後，你寫你嘅multi address， 希望都係寫翻喺你居住100米以內，最多150米咁啦，唔好行遠啲啦。喺呢個地區裏面所做嘅經營生意，咁樣做法，雖然有陣時我冇生意，但係一日 call 你，我已經係好短時間攞到生意啦。10分鐘我過嚟啊，我即刻過嚟同你傾偈。好多時候生意你知道要點樣做個 close deal， 即係要成為咗。有可能就要即刻見面，所以做小區經營，你能夠有時間就同個客戶面對面 contact 嚟顯示你嘅服務質素，再傾下價錢，有可能好快形成咗呢個生意嘅合約。嗱，如果大家對以上嘅所講嘅意見咧，有咩好嘅提議啊，send 過嚟我哋 email address。info@youonline.com。 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啦，拜拜。